台铁为着选举会伫明年的1月12到15加开9个往来台东的车帮哦。嘛因为选举迄礼拜拄着大学期末考试，台东大学有9成学生囡仔拢是住伫外地哦，所以学校嘛专工提前1礼拜来考试，方便学生囡仔登记投票。国立台东大学最近公告，这学期提早1礼拜考期末考，第17礼拜考试。因为明年总统甲立委的大选，拄好是学校学期末第18礼拜。学校的学生有9成以上拢是为外地来的，配合教育部的指示，期末考的时间尽量莫碰到大选，避免影响学生投票的权益，所以特别调整提早1礼拜来考期末考。考虑到呢，很多学生，我们学校很多大部分学生是外地来的，还有很多教职员也是外地来的啊，所以我们把时程呢往前面提了1周，第18周我们叫自主学习。基本上我们不实体上课。这样子提前1周可以让我们落实自己的参与投票权，而且再加上也是我第一次去参与投票，所以对于我来说意义蛮大的。期末考提早结束，互学生感觉哪像提早休寒。不过老师咧上课可能都要赶进度。另外，台铁第11嘛公布明年1月份总统甲立委大选东部往回车帮，为明年1月12到1月15。徛名节台北花莲，还佫有台北台东往回列车，拢总加开4班车；也有南北下线的列车，往回拢总加开5班车。12月16开始，提供户口徛伫东部的民众会当上网订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